我们各地的莲友，中午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利用中午的时间来跟各位大家讲这一章的内容。这是一片上人，我曾经介绍过，他是一个有修有证、有德有恨的高僧大德，他是净土宗的祖师，非常了不起。他悲心悲愿非常伟大，让我们都很仰慕、很敬佩这一位老祖师。他说：“一心凭弥陀，我诚心诚意的任凭弥陀的救度，我没有任何怀疑，我就一心就是专心来投靠。这个叫做凭，我要任凭阿弥陀佛的救度，我不会起任何疑惑。一向称名号，我就一心一意向这个方向走了。向怎么走？各位，我们要向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他有无量的功德。我称念他的名号，他要救度我，所以我信心满满。阿弥陀佛，他利用成就之后的名号来让众生称念，他就救度你。所以我就一向向这个佛的方向看，你不要回过头来看你自己哦。”不可以这样，可以念佛就要向着佛，专心专意的，诚心诚意朝着那个方向走，这样称念这个名号，舍掉心中所有的观念，你的担心啦，你的害怕啦，或者是你认为你可能还在疑惑当中，你对于弥陀的救度信心很浅薄，没有很坚定，你没有这个概念，那么这些想法呢，要把它舍掉，舍掉你心中所有一切的观念，舍善恶尽秽的顾虑，你是善的人、恶的人，你是一个很亲近的人，或者你是一个肮脏的人，这种顾虑啊，我们凡夫众生难免会有。但是你这个就是在怀疑佛，佛就说：“我不管你什么对象，只要你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”所以我们呢，必须要把这些外来的观念呢，没有必要的这些观念，有你担忧、害怕的东西，全部把它舍掉，舍掉信疑迷雾的执着。我们对于你是一个坚定有信心的人，或者你基础比较牢固的人，或者你是怀疑心的人，各位，迷雾的执着就是你自己本身还在糊里糊涂的、颠颠倒倒的，对外在的追求、对迷失或者觉悟的执着非常强烈。你有这个分别，你要把它舍掉。你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，佛就度你；就算你是一个完全没有智慧、是个愚痴的人，佛也救度你呀。所以，不管你是相信、怀疑，或者是你迷失本性、过度贪求，或者你是觉悟的这些执着，执着就是你分别心呐。你的分别全部都把它舍掉，舍掉知数自愚的分别。你是一个在家人，或者一个出家人，你是一个智慧高超的人，你是一个愚痴的凡夫，这种分别心全部都舍掉。佛一律平等救度，没有任何选择。所以你心中一切的观念全部都把它舍掉，唯独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唯有单单一句阿弥陀佛称念下去，从开始一直到你往生，就是这么一句阿弥陀佛。各位，阿弥陀佛绝对不放弃你，不舍弃你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誓愿。应该要知道，名号就是信心。为什么名号就是信心呢？为什么名号为什么是信心？你名号是阿弥陀佛多生累劫当中为众生舍身舍命，修万善万行，成就了之后，功德都齐全了之后，他才能够成佛嘛。福慧双修，而且神通广大，智慧圆满，他才能够成佛。但成佛名号才会出现，所以你称念这个名号就是信心。因为我们依靠这个名号，就依靠佛，你不会有任何闪失，不会有任何差错，这个就是信心。信心就是称名。如果你有信心，那么你就称名，顺他的愿，念他的名号，你就称念他的名号，称名就往生，绝对往生，肯定往生，个个都能往生。佛很清楚的告诉你，这个就是一片上人他的体会，对于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他有更进一步、更深一层的心得看法，分享给我们末法的众生来理解，让大家建立起念佛必定往生的这个道理，让我们把心中所有的疑惑全部舍掉。不管你是什么对象，只要你称念名号，阿弥陀佛就兑现他的承诺，他一定非救你不可。只要你念佛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，他不舍弃任何一个罪恶的凡夫。你是一个烦恼苦海的众生，他永远不舍弃你。他怎么救度你呢？你顺他的愿，念他的名号，条件就记住了。这一点呢，一片上人对末法在念佛的一切众生，他提醒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他把他自己所体会
了解的这一点呢，给大家来分享。所以我们很感恩一片上人，今天将这一章来给各位所有的莲友们分享，希望大家要遵循一片上人的开示，他那么慈悲的为你我来着想，我们很感恩他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